你讲阿家客家口音唔准，你都真系恶人抄混，客话从来都冇标准，发起而来做着翻本，非洲人晓讲客话，河南人也有客话，梅州人喊出客家山歌，流行歌法嚟就系阿首歌，地下二手中多一树，五面拍手上下白兔，看到客家发展之路，还有客家历史嘅典故，今仔5年你两边讲。真言王，我客家话标标准，唔是你来讲，你晓不晓？晓年爱晓。讲一条善家人，讲我客家话唔尊重喎。我想问一条，两边怎为之尊重？客家人南前，迄个潮州就变潮州客，迄个福建就变福建客，嗱，迄个广西就变广西客，迄个海南就变海南客，来就咁讲系尊重。